继续来关心天气，这锋面通过台湾今仔日出现强降雨，暗头雨水有较歇挂。气象署也针对13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，也针对着云嘉南等5个县市发布大雷雨特报，包括着这苗栗等所在也拢出现着这大雨引起的灾情。气象署也预告讲，明仔载还有一阵锋面接近，一直会落雨落到礼拜，天气是真无稳定的。每次风大要倒了。 大雨当中，看到路边的大树倒落去，阻断交通。站台一直地动，搁拄到锋面通过出现强降雨，也了万里一个山路树倒去，警方到现场甲救灾人员伫大雨当中将树仔锯断刷开，恢复交通。苗栗大雷雨加做灾情，山区的泰安温泉区石头尾山壁连落来，讲到附近一台修路车，好加载车来人无要紧。 要路树倒落去，阻碍交通，公所派出小山鸟清除。毋但交通灾情，佫造成农损。后冬的芳桂田、四桂田淹水，农民讲雨大过急，桂田拢淹去。下得很大，出来的时候已经那水已经蛮过那个香瓜，整个都蛮过去了。哦。 所以看到了会很伤心。雨势真强，气象署佮针对云嘉南等5县市发布大雷雨特报，佮针对家己的雨路发布灾风预警，也有各预估另外一波锋面接近，依然会有一波的雨势。那未来1周的天气主要是受到锋面的影响，那偶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，所以整体而言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。 气象署强调，甲拜之之备，落雨几率依然加悬，天气无稳定，民众出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